Bentar ya. Jadwal kia. Jauh kia dah. Ini jangan mau kia dah. Menggolinya luntu, saya sama. Oh, no, chicken dua saja. Coba saya. Rajin lagi. 我大店。北京。Kita gini pak. Terus ini. 出品。哦，要找人都漂亮。哎，不少到看哦。对，不少到看。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地球轨道上，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8公里的速度绕地飞行。它的名字叫做天宫。现阶段的基本构型为3舱 T 字构型，3个舱段分别为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它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世界上第3座多舱段在轨组装的空间站。作为太空里的家园，它保障着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生活、高效工作。如果你一直待在天宫的轨道，就可以目睹它奇妙的建造过程。2021年4月29日，天河核心舱率先成功发射入轨，开启空间站建造在轨关键技术验证飞行阶段。也是被摘录到看到。2022年4月，为期1年的在轨验证通过全面评估后，空间站正式转入建造阶段。首先，发射问天实验舱与天河核心舱前向交会对接，再将问天实验舱由核心舱前向对接口转位至右侧停泊口。接下来，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迎来梦天实验舱，最后，梦天实验舱由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转位至左侧停泊，完成3舱 T 字构型。在神舟13号在轨期间，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创作了中国首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别摘条呀，真的就别摘条。让我们跟着他们的镜头，开启一场真实的太空旅行。
驶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没事吧？没事吧？都肯定。身高18码。都是马的身高。我们已经进入微重力环境，身边物体缓缓漂浮起来，时间仿佛也在这里慢了下来。东阳栋梁，我们失重了，小了。感觉好奇妙。现在我们正在海洋上空，从太空看海洋真的是很蓝呐。6个多小时后，飞船经过多次变轨飞行，即将与空间站交会对接。飞船与核心舱的相对距离和速度保持不变后，即将开启对接。在轨径向交会对接难度更大，飞船要调姿到空间站节点舱下方，垂直靠近。身高12号，仪表显示最后靠拢对象完毕。北京版，飞船转最后靠拢。手工剪一点。再剪一点。好，再剪一点。再剪一点。再剪一点。航测报告，对接机构捕获。对接机构捕获。没这里办。成功对接后，航天员换上蓝色的舱内工作服，逐一打开飞船与核心舱的多道舱门。好了吗？好了，门啊！这里就是天河核心舱，它是中国空间站的中枢，扮演着管理和控制中心的关键角色，支撑着实验舱、飞船等航天器的交会对接和停靠。核心舱分布着工作区、睡眠区、卫生区、就餐区、医监医保区和锻炼区，舱内平均温度23度左右。未来6个月里，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搬入新家后，首先要把各类物资拆分、转运和安置，这可是一项力气活。好在失重环境能让我们轻松不少。要在太空生活6个月，所需要的水不可能全部从地球运来，所以必须依靠空间站的再生水循环系统。这是回收尿液的装置，我们的呼吸、排汗等水分都会被收集起来再利用，当然也包括尿液。在太空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好。我喜欢吃什么呀？炒米饭。炒米饭。好了。
Makannya gimana? Masuk ke dalam perutnya? Kalau jadi ini ya, mau gue suka. Jangan susah.哦，你咯。有时，食物碎屑会偶尔飘散，为防止它们进入通风系统或设备，我们必须经常对舱内进行卫生清洁。结束了一天的工作，